大家好啊！我哋而家又嚟到呢2026年啦5月份啦31集啦。今次講嘅藝術陪伴啦，係講一個醫生喺醫院裏面嘅精神科嘅療愈嘅生活嘅。有一個呢未來嘅一個心理治療師嘅，咁我哋呢就訪問阿 Bear 老師。咁 Bear 老師啦，而家向我嘅前面噶啦。咁啊 Bear 老師，你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啦，好冇？好嘅，多謝梁文倫老師。Hello， 大家好啊，我係 Bear 老師。咁我而家喺大陸嘅一個心理醫院裏面做一個心理諮詢與治療嘅諮詢師啦，心理治療師咁樣嘅。咁我哋醫院嘅規模都係比較相當大嘅。咁我哋講翻佢歷史啦。從我認識佢嘅時候咧，我係2014年嘅時候，之前好多人都講話某某地方其實佢係一個戒毒所。咁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原來係有呢個地方出現，但係嗰陣時候大家未有意識到喺2014年嘅之前，佢係一個心理醫院嘅精神心理醫院嚟嘅。咁但係其實佢而家到成長啦，而家都係2026年啦。咁佢慢慢都已經係成長到一個好規模好大嘅一個綜合性醫院咯，都有係成人戒毒所，亦都有綜合嘅精神心理科。咁有住院部啦，有心理治療部啦，同埋心理諮詢部啊咁樣嘅。咁我哋嘅正式嘅員工都有50以上嘅強大嘅團隊啦。咁咪係啦，就兼職嘅話都大概都有總共都有300家以上嘅比較多嘅兼職同全職嘅人員喺裏面去做一個心理治療啊，同埋一個精神康復啊，同埋精神陪伴嘅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心理醫院嘅機構啊，同埋健康啊咁樣。係心理醫院啦，唔係機構係。其實好大啊，聽落好似好巨大咁樣。咁啊 Bear 老師，你點樣認識我㗎？你記唔記得？我記得啊，我係從2025年嗰陣時候，啱好我哋醫院我哋嘅院長邀請到梁文龍老師嚟我哋醫院，俾我哋講咗一日嘅一個心理繪畫嘅一個沙龍。嗰個沙龍令到我真係好深刻。一開始嗰陣時候咧，我係聽緊老師喺度玩一個遊戲。我記得最深刻個遊戲就係一個拍賣遊戲。嗰個拍賣遊戲係令到可以鍛鍊到我對金錢上嘅一個管理。我要點樣去做一個拍賣行？我係一個投資人。我要將我有局限嘅資源，我要利用呢一筆錢，我如何要去借錢咁樣去拍到我呢需要我嘅一個價值裏面啦咁樣。跟住後面我係啊，我最深刻嘅呢個，我仲想玩多一次。冇問題，我哋向我嘅後勤資源組再玩一次，好嘛？係啊，同埋我哋嘅後邊又組成一個3人團隊。咁其實呢個沙龍都有60人以上，好似係嘛？梁老師唔止啊，嗰日100幾人啊。本來係邀請30個人嚟，但係嗰日嚟咗成超過100個。所以大家都玩得好開心。我記得我哋最後尾嘅組，即係嗰個團隊裏面做咗好似5幅畫啦，咁樣分咗5個組咁樣，大家都做咗屬於一個團隊嘅雨中人啦，畫啦，同埋一個我感覺上一個似小丑嘅畫啦，同埋一個我記得好深刻嘅就係我都有分享咗當時嗰個圖片咁樣圈咗。有一個係屬於類似雨中人嘅，但係佢個腳咧就踏住，即係他腳踏了一下地上，然後他散發了一個像
星光的一樣東西。嗯我覺得它有點像腳踏七星嗰種感覺，好似未來佢係穩打穩紮，紮得好深好深。咁旁邊你嗰日都就有啲好開心，就等於好係啊，嗰陣時就係咧，我係真係好似想如入軍陣咁樣，裡面都穿下玩下咁樣。咁我都喺裡面玩咗好多嘢，我係有一種好分離、好遊離嘅狀態嘅。但係咧，我都喺我嘅記憶裡面係全過程都有錄晒喺我嘅腦裏。哇！咁好啊，咁深嘅記憶。咁我想問下你咧，響醫院嘅訓練咧，係你做咗幾耐嘅時間啊？用咗幾多時間？響醫院嗰度。我係從醫院啱先，我翻睇我自己嘅一個記錄係，我係喺2025年嘅7月份入到心理醫院，去學一個 CBT 跨診斷行為治療嘅課程培訓課程先嘅。咁樣後面就再晉升到一個比較進修班，精神分析精神心理治療，心理治療師，同埋心理諮詢師嘅臨床班。咁到而家上年嘅7月份到而家，基本都有差唔多有成半年咯，可能都係嘛？我數學唔係咁好啊。你仲要訓練幾耐先至成為一個真正嘅心理師啊？嗰邊係未來其實我會作為呢一個職業，我係成為一個我嘅終身職業嚟㗎。因為我已經喺我呢個黃金時期定咗，唔想再轉，同埋我覺得呢個職業係可以陪伴到我，同埋治療到我嘅內心咯。係。哇，非常之有意義嘅一份工作。咁我想問下你，譬如而家呢個醫院啦，又可以喺呢度實現咗你嘅人生嘅目標，同埋你中意嘅工作等等。咁響呢個過程裏面咧，你有冇曾經治療過？聽講你話有個人啦，又係30零歲，咁你有同佢做一啲互動嘅治療，同埋個效果都幾好。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好啊好啊。我哋因為我係上一年新年之前，大概係佢係1月份左右入院治療嘅。咁我代稱係因為小天啦。咁呢位小天嘅患者咧，佢係有腦部嘅功能損傷，因為曾經兒時嘅時候患有癲癇，喺學校裏面突然之間軀體反應抽搐咗，休克5到10分鐘，後面醒翻嘅時候咧，佢啲喺呢個期間嘅記憶全部消失晒，所以到而家即係到佢成長發育嘅時候咧，佢腦部功能可能係因為呢個癲癇性伴有癲癇導致腦部發育遲緩，咁就患有腦部器質性功能障礙。就是癲癇是22年了，就是等於一個慢性疾病了。這個33歲的小天，這個小家伙這樣子，然後他人挺好的，即係睇起身咧，你可能正常有啲人會覺得呢個人好似好遲鈍啊，唔正常啊。有啲人會覺得我一個比較批判性嘅詞語就話呢個人好低能仔啊咁樣。咁呢個詞語其實我冇特別嘅貶義啊，即係可能我形容咁樣，我就覺得，但係佢喺我眼中，我睇到佢一個係香港 TVB 裡面嘅一個節目主持人嘅嗰個畫嘅面，男性好靚仔嘅一個男性嘅樣貌，俾我感覺散發到佢有呢一種嘅氣質喺裡面。哇！你用天主嘅眼光去睇每一個人喎，真係好難得。係啊，我覺得佢嗰陣時，我覺得佢好靚仔啊！唔知點解，唔知係咪我美化咗定點樣咧？我睇到佢
佢嘅好美嘅嗰一面喺裏面嘅。其實佢唔係大家所睇到嘅一個所謂嘅低能仔啊，或者係唔正常啊、發育遲緩嘅一個33歲嘅中性男性咯。因為佢好中意我哋喺治療嘅過程裏面，我了解到佢個內在小孩咧係比較中意睇以前我哋93年啊，或者有啲超人迪迦啊、超人佳亞嘅一個成長，嗰啲奧特曼，就現在那很多小孩叫奧特曼的那些超人的一個系列，然後我就了解到佢原來佢嘅內在裏面係有一個超人、怪獸同埋一個飛行員，駕駛飛機嘅飛行員裏面嘅子人格有喺裏面，但係其實佢係壓抑住佢裏面嘅情緒。有係包含一個喺生活中好多同學嘅批判，對佢批判嘅負面嘅詞語啦，批判性，佢係一個唔係我哋咁正常啊，或者係咁比較可以講嘢好似好流暢啊咁樣嘅一個患者啦。但喺我眼中咧，佢係一個好，我覺得佢係即係拋開佢呢個病徵去講嘅時候，我覺得佢係一個好正常。我好允許佢講嘢會比較慢啲啦，同埋可能佢有時會腦部轉速比較快嘅時候，佢會有頭痛嘅徵象。但係我都會覺得唔緊要，我哋可以慢慢嚟，慢慢去同我講你中意嘅興趣啊、愛好啊，同埋你想治療嘅目標啊，同埋你想需要有咩我可以幫助到你啊？呢一個心理治療同埋心理諮詢嘅呢個階段。阿 Bear，我聽落咧，你真係好有耐性同埋有愛心。但係我亦都曾經同你傾過偈，其實你喺你嘅人生裏面咧，你都有唔少嘅創傷啦，或者唔少嘅一啲困難喺度噶。咁有啲咩困難？咁大嘅困難，亦都可以使到你咧，而家立定呢個志向咧，想去做呢一個心理治療師，去幫助更多嘅人咧。係嘅，其實咧我自己嘅心靈創傷，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個患者，我係一個被診斷咗一個，即係所謂被診斷啊，相信情感障礙嘅一個患者。當我喺未做心理諮詢師與治療師之前咧，我係一直工作，但係我係不停唔可以無法正常去做一個正職嘅工作嘅。但係我都有去可以做到1年啊、2年啊咁樣，但係我都嘗試過我喺工作裏面發病，無法係可以平衡到揾到一個平衡點。我每次都係喺工作度，我覺得我係人哋睇起身，你個狀態好佳啊！我啲領導啊，同埋啲我曾經喺一個英語機構裏面工作過英文翻譯員啦咁樣嘅助理，咁我哋嘅院長都好認可我一個嘅表現咁樣。但係喺我自己睇裏面咧，其實我知道我自己係因為有呢個障礙，即係精神障礙裏面嘅，其實佢係屬於係躁狂。即係大家其實都可以允許自己有個輕躁狂嘅狀態，咁樣先係作為一個領導者嘅一個魅力所在啦。咁可能喺嗰陣時刻，我就係把握住咗呢一個能力，呢一個天主俾我嘅一個能力喺裏面，我就喺裏面做咗2年咁耐，係兼職嘅。咁我都覺得後面，但係某一個點嘅時候，我就好似一個墜落嘅天使，跌入咗一個谷底，就爆發咗啦。即係好突然嘅呢個，唔知點解就會跌落咗落去。咁我嘅情緒又出咗嚟啦，即係我嘅魔鬼出咗嚟。
咁又導致後來你點樣諗住？你自己有問題啦，你點樣都諗住想幫人做一個心理治療師咧？幾時先有呢個諗法咧？我係從好一個機緣巧合係接觸到一個心理機構嘅，係喺大陸呢邊咁樣，即係學喺裏面學咗一個心理諮詢嘅一個課程，並考到佢哋嘅培訓，心理治療師嘅基礎證，因為喺2018年之前，國家級嘅心理治療師嘅證書啦，咁樣就已經取消咗啦。咁係喺中科院，其實我考嘅已經係最後尾一屆啦。咁樣啱好我趕上呢個潮流，呢一波嘅潮流咁樣，我就考到一個基礎證咁樣。咁其實我都有屬於心理治療師呢個背書喺裏面。但係我最終嘅目標係心理治療師，但係我而家係屬於心理諮詢師，咁樣。咁即係有個機緣巧合，你係從細到大都係中意心理嘅嘢，咁所以就順理成章就係想未來想幫助更多嘅人，亦都有咁嘅機會咧，向呢間咁大嘅醫院咧做實習，亦都希望咧未來係可以成為一個正式嘅心理嘅一個醫生咁樣，類似咁樣。哇，其實呢一個真係好好嘅開始。咁喺呢一個即係呢個咁嘅環境裏面咧，你亦都係一個天主教徒，你會點樣去用天主教徒嘅精神去睇呢一個事業咧？呢個行業咧？其實一開始咧，入去呢個行業嘅時候，其實我都係喺天主一個帶領之下，我有時都會去祈禱，會希望天主可以保佑到我，可以喺呢個心理學嘅環境裏面沉浸啦，幫助我可以排憂解難，去祈禱，咁樣去做一個禱告，同天主去對話，希望佢可以喺天上去聆聽我嘅苦訴啦，訴求啦，或者係一個好心聲嘅一個方向啦。就好似我而家同梁老師你講呢個對話咁樣，我哋可以不吐不快咁樣，可以傾下偈咁樣。係啊，咁其實同天主嘅交流都好似傾偈咁樣噶咁係啊，咁人生係咪有時即係一個轉念啊，或者係一個感覺，咁就將好多負面嘅嘢咧，就變成一個好即係比較正面啲嘅一個感覺，一個方向咁樣。我記得咧我細個時候咧都好中意聽呢個許冠傑嘅歌，咁咧聽講阿 Bear 老師你都係好中意許冠傑。係啊，我係從細到大俾我爸爸沉浸喺許冠傑裏面嘅歌。我每次喺小學我認知階段裏面，其實我3歲嘅時候，我爸爸就已經好中意許冠傑呢個歌神。但係我最深刻嘅認知係我小學嘅時候，以前喺大陸呢邊咧係有 CD， 但係嗰陣時咧喺香港啊，佢係有啲係有版權噶嘛。咁但係我哋呢邊咧轉到咧係嗰種叫copy，即係有啲係翻版啊。以前嗰啲叫翻版碟咁樣，冇正式版咁樣。就我爸就會去買嗰啲 CD 碟。跟住就去播，連我係做緊功課嘅時候，就好大聲喺度播嗰啲許冠傑啊、譚詠麟啊、甄妮啊、黎明啊，嗰陣時仲有 Beyond 啊嗰啲音樂，哇！嗰陣時真係一個音樂沉浸式。但係對於當時嚟講啊，我係未意識到呢啲呢啲歌神嗰啲音樂啊嗰啲。但係到而家回到當下啦，佢嘅歌永遠都係鼓勵咗我哋呢一代人。我係屬於90後嘅，
但係Bear 老師啊，我哋不如唱翻首許冠傑嘅其中一句啦，鼓勵翻自己。咁好多時候，我覺得人生都係響低潮裡面，突然之間聽咗一首聽咗一段好有意思嘅歌詞，可能會改變咗你嘅人生，同埋改變你嘅睇法。譬如你有啲嘢係冇辦法抌低嘅，可能你聽咗呢一段話咧，可能你就會覺得其實人生係可以放低嘅，係咪？嗱，我哋試下啦。許冠傑一個好有名嘅一首歌。命裏有時總須有，命裏無事莫強求。咁因為時間已經係過晒啦，咁我哋呢個節目咧就做到呢度啦。咁啊好多謝阿 Bea 老師嚟到我哋嘅節目中。咁咧，我想最後咧想問下你，譬如而家嘅年輕人咧都動唔動咧就話要自殺啦、輕生啊等等。咁你可唔可以用一兩句話去鼓勵而家嘅年輕人啦？點樣可以面對呢個困難，面對呢個挫折咧？其實我覺得好多話語啊，好多道理啊，其實年輕人都懂㗎，但係如何用到實踐當中咧？咁其實我覺得可以用繪畫嘅方式，無論你話今日我唔知點樣喺紙上一個空白紙上要畫啲乜嘢，其實你可以閉上眼睛，去喺白紙上畫啲線條，隨着心嘅流動去走就可以㗎喇。咁我會俾大家一個比較銘記嘅名言啦，就係牢記使命，不忘初心。呢個初心係好緊要嘅。我都希望呢個初心可以送俾我哋天主教嘅教徒啦。咁希望呢個初心，呢個信念啦，同埋呢個信仰啦，都可以藉着天主嘅愛啦，送俾大家嘅。多謝大家今日嘅收聽。好，咁我哋做一個簡單嘅 slogan，就話咧當你心情唔好嘅時候咧，畫下畫啦就 OK 噶啦。我哋一齊講好唔好？1、2、3。當你心情唔好嘅時候咧，心情唔好嘅時候，畫一畫畫，畫一畫畫就 OK 啦，就 OK 噶啦。OK，咁我哋今日咧做個節目做到呢度啦。多謝阿 Bea 老師，拜拜。好，多謝我哋嘅林文老師，拜拜。拜拜。